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2月12号，公元2019年1月1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藏人要保持善良之心；财政部提供巨额贷款支持流亡藏人商业活动；司政乐山桑格出席3轮表彰奖颁奖典礼。外交与新闻部举办西藏问题与国际社会培训会。中国再次严禁藏人学生和公务员参与宗教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在达兰萨拉的宫殿内接见藏人信众，并教导藏人要保持善良与慈悲之心。1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宫顶内接见多名藏人信众，并在发表讲话时教导藏人要保持慈悲与善良之心。尊者表示，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永远都不能忘记你是一名藏人。作为出生在观音圣者所调伏净土的藏人，务必要秉持善念。尊者还向年轻藏人提到，多年来藏人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善良、诚实和利他之心的称赞。尊者表示，过去藏人社区周围的印度人，同样外国人都会称赞藏人正直、善良，因此你们要保持这一荣誉。另外，上周五，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社会资源开发基金在嘎夏秘书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推出了2019年流亡藏人夏季商业支持计划。1月11号，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社会资源开发基金会在嘎夏秘书处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2019年流亡藏人夏季商业支持计划。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财政部部长嘎玛义西、财政部秘书义西汪姆等出席新闻发布会。司政洛萨桑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雪域金融发展私人有限公司已获得印度储备银行的认证，正式成为合法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司政罗萨桑格在发布会上指出，这一低息贷款计划主要针对流亡印度的藏人，旨在通过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在经济上茁壮成长，并维持和发展可行的企业，从而加强西藏流亡社区的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据了解，今年的夏季商业支持计划将发放给印度境内的13个流亡藏人夏季零售市场的约600多名藏人，向每个申请人提供20万卢比的低息贷款。该计划将于今年2月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伊明学院于上周在萨拉高等藏语学院向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杰博士颁发了3轮表彰奖，以表彰他在佛教哲学和现代教育以及在翻译、学术和公共领域等取得的卓越成就。1月12号，达兰萨拉的伊明学院在萨拉高等藏语学院举办了该学院3轮表彰奖颁奖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义西平措、教育部部长白马央金等应邀出席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丹增多杰博士是新一代藏人的灵感来源，他在传统佛教哲学和现代教育的新兴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作为第一位被选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的藏人，这对于全球各国的藏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而在此前一天，1月11号，丹增多杰博士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并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及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议长白马琼乃向丹增多杰博士致意，并表示，身为藏人的丹增多杰博士对西藏的宗教自由负有特殊责任，同时赞扬丹增多杰博士在班禅喇嘛转世和其他西藏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且呼吁丹增多杰博士进一步提出中国打击西藏宗教自由的问题。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于本周二在西藏大厦电脑资源中心会议厅举办了为期2天半的西藏问题与国际社会培训会。1月15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共同在西藏大厦举办西藏问题与国际社会培训会，邀请2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会议。此次为期2天半的培训会，由玛格丽特讲解瑞士政治民主和瑞士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问题。阿德里安·克劳德·佐勒介绍设立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机构。伊夫拉多尔与约书亚伯特讲解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气候变化和挑战等。下面来关注一则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据西藏之声近日发表的报道，中国政府继续实施压制藏人的宗教自由政策，下令禁止公职人员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并威胁若发现违反者，将剥夺其终身的福利。而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西藏山南泽当镇中共教育机构下发通知，严禁学生在放假期间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当局在学校的通知书上写着，放假期间不得让学生参加任何形式的补习班和宗教活动。近年来，频繁传出中国当局限制藏人学生与家长在假期期间参与宗教活动的消息。2018年7月，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了禁止藏人学生在暑假期间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的消息。同样，一方面，中国当局在去年5月的萨卡达瓦节期间禁止学生家长参加宗教活动，如前往寺院参加庆祝活动等。而学生家长和监护人被要求确保他们的孩子也遵守命令，不得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中国当局正在努力安抚西藏的宗教领袖。据总部设在英国的自由西藏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继续在对西藏僧尼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并试图通过邀请宗教领袖来选择藏传佛教徒。欧洲议会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宽容问题小组将中国列为世界上侵犯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并将中国列入了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名单中。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